今課咧，我哋繼續讀以賽亞書嘅45章嚇，請大家翻開聖經舊約部分嘅810頁810頁。上一課咧，我哋讀過先知以賽亞。讀過幾篇先知以賽亞嘅詩歌㗎啦嚇，咁就44章嘅23節開始，一路去到45章嘅7節咧，係一篇用嚟預言耶和華會興起馬代波斯嘅古列王。嚟到解救嗰啲被擄到巴比倫嘅以色列百姓嘅一篇咁嘅詩歌嚟嘅。今課咧，我哋繼續讀佢呢一篇關於古列王嘅詩歌啦。前邊44章嘅28節嗰度，先知以賽亞佢話論古列說。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發命立穩聖殿的根基。咁45章嘅1節咧，佢更加話我耶和華所膏的古列，我攙扶他的右手，使列國降服在他面前。相信咧，聽到先知以賽亞呢篇詩歌嘅猶大百姓咧，佢哋聽咗之後咧，佢哋有咩反應？如果你哋係當時猶大嘅百姓，你哋會有咩反應？俾着我肯定唔接受。點解啊？因為喺佢哋嘅心目中，凡係耶和華所膏立嘅君王咧，佢必定係出於大衛皇室家族嘅以色列人先至啱噶嘛。點解佢話耶和華今次要從東方嗰度膏立一個外邦嘅君王嚟到管治佢嘅選民以色列呢？咁佢仲話因我僕人雅各我所揀選以色列的緣故，我就提名召你，你就係古列啦。你雖不認識我，我也加給你名號。睇下我哋今次睇下先知以賽亞點樣嚟到去反駁佢哋啦。好，請大家讀45章嘅9到13節啦。禍哉！那要造他的主真理的，他不過是地上瓦片中嘅一塊瓦片。好幾個對行家的說：你作什麼呢？所作的民起咗說：你沒有仇呢？禍哉！那對父親說：你生的是什麼呢？那對母親說：你產的是什麼呢？要話以色列的聖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說：將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至於我的眾子並我手中所作，你們可以求我命令。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親手將諸天，天上萬象也是我所命令的。我憑公義興起古列，要修他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釋放我被擄的民，不是為公家，也不是為賞賜，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好，唔該。禍哉！禍哉！呢個希伯來文開相信大家唔會陌生啦，係咪啊？
我數改一下，響呢卷書前面嘅段落裏面咧，呢個字咧已經出現過13次咁多㗎啦。咁而呢度咧嘅9節同埋10節咧裏邊出現嘅咧，亦都係呢卷書卷裏邊出現嘅最後2次啦。咁我亦都有統計過咧，先知以賽亞響前邊嗰13次用呢個開呢個字禍災呢個字嚟到警告嘅對象咧，全部都係佢嘅猶大嘅以色列百嘅同胞嚟嘅。除咗警告佢哋自高自大同埋社會嘅道德敗壞之外咧，就係佢哋唔信靠耶和華啦，佢哋懶叻以為自己好使得。咁相信今次咧亦都唔例外。咁今次話佢哋乜啊？原來係佢哋與造他的主爭論。佢哋為咩要同耶和華爭論啊？咪就係因為佢哋唔滿意耶和華選召咗一個外邦嘅君主嚟到治理佢哋咯。唔滿意耶和華拯救佢哋嘅方法，就等於挑戰造物主耶和華嘅主權。其實響先前讀過嘅嗰啲篇章裏面咧，先知以賽亞已經唔止一次批評過人嘅呢一種唔識得分莊閒嘅態度噶啦。響10章嗰度咧，以賽亞佢批評嗰個俾神使用嚟管教以色列人嘅亞述佢哋唔知道自己只不過係耶和華手中嘅一件工具嚟嘅啫。所以嗰度嘅15節，以賽亞佢諷刺佢哋話：斧，即係個斧頭豈可向用斧砍木的自誇呢？鋸，豈可用鋸的自大呢？好比棍掄起那舉棍的，好比杖舉起那非目的人。29章嗰度以賽亞又用禍災嚟到批評猶大朝廷嘅君臣上下因為佢哋想話向耶和華隱瞞自己嘅謀略。嗰度嘅16節，佢話先知以賽亞話佢哋豈可看窯匠如泥嗎？被製作的物豈可論製作物的說他沒有製作我，或是被創造的物論造他的說他沒有聰明。喺前邊30章嘅9節，佢又警報過猶大嘅百姓，佢話佢哋係悖逆的百姓，說謊的兒女，不聽從耶和華訓誨的兒女。佢哋藐視先知嘅勸喻同埋警告，故此耶和華嘅懲罰又會臨到佢哋嘅身上啦。嗰度嘅13到14節就形容佢哋話好像將要破裂突出來的高牆，頃刻之間忽然坍塌，要被打碎，好像把窯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顧惜，甚至碎塊中找不到一片可以從爐內取火，從即係個池中舀水。結果猶大真係要亡國啦，百姓真係要被擄到巴比倫嗰度70年咁耐。呢度9節先知以賽亞形容猶大嘅百姓點不過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塊瓦片。當先知以賽亞向猶大嘅百姓公佈
耶和華要選召古列王嘅計劃話佢咁做係為咗解救嗰啲被擄嘅以色列百姓，使佢哋可以翻去耶路撒冷嗰度重建聖殿同埋城牆。但係百姓佢哋聽咗之後，唔單止冇歡欣高興，反而不滿神嘅呢個拯救佢哋嘅計劃。佢哋期待嘅係一位好似摩西咁嘅領袖，又或者好似大衛咁武功高強嘅君王嚟到帶領佢哋復興以色列嘅王國㗎嘛。估唔到耶和華今次居然話要揾個外邦嘅君王古列嚟到解救佢哋喎。一樣要俾外族人統治，咁同先前有咩分別呢？所以先知以賽亞就對佢哋話啦，佢話泥土豈可對駁弄他的說，你做什麼呢？所做的物豈可說你沒有手呢？咁10節嗰度咧，佢再次話啦，佢話禍哉，那對父親說你生的是什麼呢？或對母親說你產的是什麼呢？人若果唔認識清楚自己嘅身份，將受造物同創造主嘅關係倒轉咗嘅話咧，就等於嗰啲陶瓷做嘅器具要指揮嗰啲工匠點樣嚟到塑造佢哋，又或者嗰啲嬰孩向佢嘅父母要求決定自己嘅性別啦、膚色同身材樣貌一樣。呢度11節嗰度，耶和華反問佢個百姓：話將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至於我的眾子並我手的工作，你們可以求我命定。呢句直譯出嚟嘅意思係我個子民將來會係點？你哋可以質問我咩？我對手要做乜？你哋可以吩咐我咩？你哋係咪想話教我點做先至啱啊？耶和華既然響創造天地萬物嘅事上面有話事權啦，咁點解用邊種方法嚟到去拯救佢嘅百姓，都要問過佢哋好唔好先至做呢？咁耶和華跟住就宣佈佢要興起古列王並且咧要鋪平佢前面嘅道路要消除晒佢所有嘅障礙咁做唔係因為古列王有啲咩嘅功勞，所以要打賞佢而係耶和華要佢釋放嗰啲被擄嘅猶大百姓幫佢哋修復翻耶路撒冷嘅聖城修復翻耶路撒冷，即係呢個耶和華嘅聖城耶路撒冷啊嘛咁先知以賽亞時代嘅嗰啲以色列人佢哋要同神佢哋要同神辯論，用咩方法嚟到去解救佢哋今日好多人都會用自己嘅喜好嚟到去評核人哋嘅對錯嘅，有啲國家就會用自己嘅準則嚟到去評核其他國家係唔係自由民主。呢啲咁嘅態度其實個性質都係一樣㗎，係咪啊？總之覺得自己比較有見地，人哋嗰啲咧總係差一皮嘅。對人係咁已經唔好㗎啦若果用咁嘅態度嚟到對神嘅話咧可以話係十分之愚昧，因為神嘅工作、神嘅計劃係完全可以按照佢自己嘅旨意
透過人意想不到嘅一啲咁嘅個人啊、一啲群體啊，或者一啲嗰啲咁嘅文化嚟到去實現佢嘅計劃。冇話邊啲得邊啲唔得嘅嗱，我哋基督徒咧，應當有一個開放嘅胸懷，要擴闊自己嘅眼界嚟到看待神喺歷史裏邊嘅作為。要知道神喺一切事上邊都有呢個主導權，人類係唔可以靠自己有限嘅智慧嚟到去質疑甚至挑戰神嘅主權唔好學似嗰啲愚昧嘅人咁樣，成日問神喺邊度神點解要咁做咁樣。好，講完耶和華對馬代波斯王古列嘅託付之後咧，先知以賽亞咧，佢接住落嚟咧，就用另一篇詩歌當中咧呢兩篇詩歌當中呢一篇詩歌嘅裏邊咧，當中有兩個段落咧嘅原文咧，個原文咧個希伯來文咧嘅意思咧，個阿媽耶巴嘅意思咧，即係話耶和華如此説耶和華如此説咁嗰個又用以色列咧，後來會點作為一個結尾嘅呢兩個段落都係咁樣嚟到講述耶和華對以色列民族始終不變嘅嗰個咁嘅計劃咩計劃就係佢哋始終會得到神嘅拯救，恢復翻神選民嘅身份咯。點解？因為唯有佢哋係耶和華所揀選唯有佢哋有耶和華頒布嘅律法嘅一個咁嘅民族耶和華始終冇放棄過佢哋即使去到世界嘅終末剩翻低落嚟嗰啲屬於耶和華嘅以色列人，佢哋喺神嘅國度裏邊咧，將會恢復翻佢哋祭司嘅身份所以佢哋仍然會處於一個領導性嘅地位嘅咁好請大家先讀第一個段落啦，響14到17節啦，唔該。耶和華如此説：埃及得來的和古實的貨物必歸你，身高大的西巴人必投你，也要屬你。他們必帶着鎖鏈過來跟隨你，讓你下吧。祈求你説：神真正在中間，此外再沒有別神，沒有別神。救主以色列的神你實在是自人的神。凡製造偶像的，必冇係手，都要係滅絕殘毀。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華拯救，得永遠嘅救恩。你們必不蒙羞，也不恐懼，直到永世無盡。好，唔該。以呢個先知以賽亞咧，喺14節裏邊講嘅嗰個你咧，係用嚟指世界末後嘅嗰個以色列而埃及古實同埋西巴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咧，我教43章嘅時候咧，已經同大家咧解釋過噶啦。係嗰個以色列人嘅祖先喺約瑟時代曾經喺度定居過，後嚟咧受到奴役嘅嗰個埃及嘅全地。呢度3個地方名嘅埃及咧，其實係指尼羅河出口嗰個三角洲，三角洲一帶嗰個地區叫做下埃及咁而古實同埋西巴咧，
就係尼羅河上游近住埃塞俄比亞嗰邊嗰一帶地區嘅叫做上埃及啊。咁啊，響先知以賽亞當時咧係一個勢力相當於亞述咁強大嘅一個咁嘅聯合王國嚟嘅。啊，咁嗰時嗰個埃及王咧係古實人嚟嘅嚇，咁啊講過好多次。咁古實同西巴人咧有啲特色㗎嚇，佢哋都係出咗名，身材高大啊，同埋咧全身啲皮膚黑得嚟咧就皮光肉滑嘅一啲咁嘅民族嚟嘅嚇。咁啊，響舊約嘅先知書裏面咧啊，嗰啲作者咧通常咧會好用象徵性咁樣用佢哋嚟代表啊，即係用埃及嚟到代表世界上嗰啲敵擋神啊、欺壓神子民嘅嗰啲咁嘅列國啊。咁啊，以賽亞話佢哋會帶着鎖鏈過來隨從啊。咁呢個係一個象徵性嘅講法嚟嘅啫嚇。咁啊，代表嗰啲敵擋神、欺壓神子民嘅嗰啲列國咧，最終咧都會向以色列降服啊！佢哋要承認耶和華係以色列嘅神啊，亦都承認除咗耶和華以外咧，再冇其他嘅神啊！又知道耶和華係一個自隱嘅神啊，即係話咧。佢唔似嗰啲偶像咁樣係有形有體嘅啊，而係點啊？而係人觸摸唔到、冇辦法睇得見嘅靈嚟嘅啊！以色列因為有救主耶和華響佢哋中間，所以佢哋唔會好似嗰啲製造偶像嗰啲咁嘅族類咁樣要抱愧啊，要蒙羞啊咁啊。而係咧，佢哋會必蒙耶和華的拯救啊！得永遠的救恩啊！先知以賽亞呢篇詩歌要帶出嘅信息係嗰啲以往敵擋神、欺壓神子民嘅列國，佢哋最終會認識到，除咗以色列人嘅神耶和華一位以外，再冇其他嘅神，所以佢哋會降服啊！佢哋會一同歸入呢個神最終極嘅國度裏邊啊！佢哋最終佢哋會成為神子民嘅一部分。唯有響耶和華裏面，世上嘅萬國萬族先至會得到救恩。先至唔會抱愧同埋蒙羞咯。好，請大家再讀18到25節啦。創造諸天的耶和華，製造成全大的神，他製造天地，並非使地荒涼，是要給人居住。他如此說：我是耶和華，再沒有別神。我沒有在隱密黑暗之地説話，我沒有對雅各的後裔説：你們尋求我是我陪的。我耶和華所講的是公義，所說的是正直。你們從列國逃脫的人，要一向聚集前來，那些藏着雕刻木偶、禱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無知識。你們要引述陳明的理，讓他們彼此相議，誰從古時指明，誰從上古述說，不是我耶和華麼？除我以外，再沒有神。我是公義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沒有別神。地極的人都當仰望我，就必得救，因為我是神。再沒有別神，我只向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話是憑公義，並不反回。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憑我起誓。人向我説：公義能力唯獨在乎耶和華。人都必歸向他，凡向他發的
必然收。以色列後裔都必因耶和華得稱為義，並要誇耀。好，唔該。呢個段落咧，你個開始嗰度咧有 key 呢個希伯來文嘅個意思咧係因為咁解啊。咁和合本咧冇將佢翻譯出嚟，代表咧佢跟住落嚟要講嘅係要對前面嗰個段落裏邊嘅嗰啲論述作出一個進一步嘅解釋佢要解釋啲乜啊？咪就係點解嗰啲以往敵擋神、欺壓神子民嘅嗰啲咁嘅列國要歸降要降服，要歸入神嘅國度咯，就係要解釋呢樣嘢啦。18節嗰度咧，先知以賽亞佢宣告神創造諸天，又創造堅定大地耶和華佢響天地之間鋪設各樣事物嘅目的唔係由得佢處於一個荒涼混亂嘅狀態，而係為咗點要給人居住講明神創造佢最初嘅目的係要為人類預備居住嘅環境佢造就呢啲一切嘅就係耶和華係冇其他神有份參與嘅。呢度19節嗰度話，先知以賽亞佢講到神唔似嗰啲外邦人信嘅嗰啲咁嘅神明咁樣，佢哋點佢哋要神秘秘咁匿埋響一啲隱密黑暗之地要揾埋晒啲行邪術嘅靈媒嗰啲占卜交鬼嘅巫婆咁查撐督撐咁做場 show 咧，先至聯絡到佢哋。而係點佢光明正大咁樣顯現響百姓嘅眼前佢公開咁樣嚟到去啟示佢自己。神揀選以色列人並冇話唔理會佢哋並冇對佢哋話你們尋求我是徒然的，而係處處保護、供應、引領佢哋神向佢哋頒布律法佢話所講的是公義，所說的是正直即係話唔係教佢哋偷呃拐騙嘅為嘅就係要佢哋彰顯耶和華嘅榮耀要佢哋向世上嘅萬國萬族唯有耶和華係獨一嘅真神啦。因為20節嗰度，耶和華向嗰啲從列國逃脫的人就係世上列國裏邊嗰啲悔改歸向神嘅嗰啲外邦人話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禱告不能救人之神的佢哋毫無知識。佢喺呢度講出神喺呢度講出自己同嗰啲偶像嘅分別嗰啲偶像佢哋咧自己唔識得走動嘅下下咧要靠人哋咧抬嚟抬去嘅咁試問仲有咩能力嚟到去解救嗰啲抬佢哋又向佢哋禱告嘅嗰啲咁嘅傻人咧自己都搞唔掂自己你叫佢幫手喎，係咪傻咧因為21節裏邊講嘅你們咧21節裏邊嗰個你們咧就係指神嘅選民以色列啦耶和華要佢哋述說陳明即係話咧要為耶和華作見證咯向邊啲人作見證
就係他們啦。他們即係話嗰啲唔認識耶和華嘅外邦人啦。等佢哋識得彼此商議，誰從古時指明，誰從上古述說，就要佢哋知道耶和華先至係嗰位創造天地萬物、掌管歷史嘅獨一真神咯。除咗耶和華以外，再沒有神。呢度22節嗰度，耶和華向世上列國嘅萬民，向佢哋發出呼籲，只要佢哋悔改回轉，仰望佢嘅話，就必得救。即係話咧，可以同佢恢復翻正常嘅關係。到佢哋響末日復活嘅時候，可以免受刑責，可以進入神嘅國度裏邊，享受永恆嘅福樂。佢話：因為我是神，再沒有別神。除咗耶和華以外，邊個都幫唔到佢哋。23節嗰度，耶和華話：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話是憑公義，並不返回。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憑我起誓。發誓呢係一種立約嘅行為嚟。人喺咩情形之下要發誓啊？就係要向嗰個立誓嘅對象表達自己對一件事堅定嘅信心嘅決心，又或者向對方保證會兌現自己嘅承諾。嗰個立誓嘅對象咧，有權監管佢嘅。若果佢做唔到嘅話咧，係有能力要佢承擔後果嘅。由於耶和華已經係無上嘅權威嚟㗎啦，咁所以佢只係能夠指住自己嚟到起誓咯。耶和華所起嘅誓係乜嘢？有4樣嘢。首先係佢所講嘅，佢所講親嘅所有嘅話必定係公義嘅。咩公義啊？就係合乎神所訂立公平公正嘅準則咯。其次係佢講嘅説話係唔會收翻嘅，即係話咧佢唔會講過唔算數嘅。第三咧係佢決心要世界上所有嘅人類都要向佢降服，都要成為佢嘅子民。而第四咧係世界上所有嘅人類都要以耶和華作為最高嘅權威，佢哋發嘅誓都要由佢嚟到去督責兌現。點解佢哋一定要指住耶和華發誓啊？係因為24節嗰度所講嘅咁，公義能力唯獨在乎耶和華，人都必歸向他，凡向他發怒的必致蒙羞咯。唯有耶和華係至公正嘅，唯有耶和華係至高嘅權威，冇人敢反對佢嘅判決。呢一節，使徒保羅喺佢嘅羅馬書嘅14章11節都有引用過嚟到去指出耶穌基督嗰個至高無上嘅地位。不過佢用嘅咧係希臘文嘅70字譯本，和合本咧將佢翻譯做經上寫着說，主說我憑着我的永生起誓，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向我承認。其實佢引用嘅就係以賽亞書嘅呢一度啦。25節
裏邊講嘅以色列的後裔咧，唔係淨係指雅各十二個支派嘅嗰啲咁嘅後人而係世界上所有歸信耶和華、肯認罪悔改又堅持到底嘅嗰啲人類。先知以賽亞話佢哋都必因耶和華得稱為義，並要誇耀啊！和合本咧，和合本佢和合本咧嘅同埋其他嗰啲中文譯本咧，我睇過啦嚇，佢哋將哈拉呢個希伯來文咧就翻譯咗做誇耀，哈拉佢將佢唔知點解哈拉哈拉呢個 H 呢個 L 咁加個哈拉咁樣讀過嚟嘅哈拉。咁呢個字咧，佢譯做誇耀咧，我認為就唔係咁適合嘅，因為嗰個誇字咧，好多時俾人一種言過其實或者係不切實際嘅一個咁嘅負面嘅感覺即係好似誇大誇張咁，係咪啊？你話人哋誇獎我，咩意思啊？即係話其實我唔係咁好嘅，你哋讚到過咗龍咁解嘅啫，係嘛？嗱，呢個字咧，哈拉呢個字咧，響希伯來聖經其他嘅地方咧，大多數咧都翻譯做讚美讚美，即係例如讚美耶和華咁樣，詩篇裏邊成日見到嘅咁讚美耶和華，哈路亞哈路亞咁新約聖經咧就將呢兩個字哈拉亞就係耶和華嘅簡稱啦哈拉即係讚美啦，讚美耶和華。咁希臘文咧就新約聖經希伯來文即係用希臘文寫噶嘛，咁即係嗰啲希臘文咧就知啦，將呢兩個字咧合拼就翻譯做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咁樣係個音譯嚟嘅啫咁呢個字咧係拉呢個字咧喺舊約聖經裏邊咧，只係間唔中翻譯做誇耀嘅啫咁所以呢句嘅意思應該係咧係所有以色列嘅後裔將會因為耶和華而被稱為義佢哋應當讚美。應該咁樣譯啱。到咗新約嘅時代咧，普世嘅教會已經成為神屬靈嘅子民已經成為真正嘅以色列正如使徒保羅響佢嘅加拉太書3章嘅26到29節佢話：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着應許承受產業的了。咁樣佢哋之所以得稱為義義 Sadak 呢個希伯來文Sadak 響聖經裏邊嘅意思咧係達標咁解達標咁解即係話咧係符合神所訂立嘅行為準則佢哋被稱為義。佢哋之所以達標，唔係因為唔係靠自己嘅行為，或者唔係因為佢哋嘅血統，唔係因為佢哋係以色列人，而係因為佢哋專心信靠耶和華，先至得到神嘅接納
所以咪話佢哋應當讚美耶和華啦。好，呢一課我哋停喺呢度。